后来伫这个网络顶买国外精品，都爱真谨慎哦。保二总队接到报案，讲有一对翁仔某伫网络顶宣传讲，因所卖拢是专柜的正品，事实上拢是假货。短短8个月，互因赚到4500万。 那些都是退货的，上面没有标记。敢若退货，就有一箱，搁较侪对外口搬的，全部拢是假的精品。贴便条纸的是什么意思？是款式啊，款式。真侪精品，敢若是插口登记就开袂少时间，总共3000外件假货，拢是伫张姓翁仔某做的仓库内底哄敲出来的。八位嫌犯伫台湾分工合作。 通远的翁仔某敢若负责囤货出货，人客汇款全部交予南部的车手集团，汇款过只是人头的口租。小城主嫌搁甲钱赊去中国出货的所在，警方调查短短8个月，就上万人买到假货，金额有4500万。网拍卖家张姓夫妻他们是在网络卖场上面以标榜100%原厂正品的话术，那并且在网拍卖场上面购买 广告服务，让他们的卖场可以置顶，以提升曝光率借此吸引民众购买。每个月出货的量最多可以高达5000笔。商标法规定，明明知影是假的，搁卖，会使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5万罚金。刑法嘛规定，伫网络顶对公众散布，而且犯早期罪，上重会使判7年。